林县政府12月28要来举办第一届的长岛嘉年华。这个宣传的记者会特别邀请到日本中野县的观光机构来参加，双方签署着备忘录，希望增加台湾甲日本的交流。 嘉宾也感谢邀请大家来参加这边的长岛嘉年华。花莲县政府会伫咧12月28，伫咧后背中心公园办理头一届长岛嘉年华，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后背长岛文化。就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虎尾在地最特别的一个百年糖业的特色，签订这个 MOU 之后，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。 花莲县文管处讲，今年是花莲县国际友谊年，希望透过这边的长岛嘉年华，会当成更多国际游客来这佚佗行踏。嘛希望签 MOU 会当和台湾、日本之间的交流更加大吧。那未来我们在整个观光的交流方面会更加的精进，我相信呢都可以促进台日之间的友好关系。长岛嘉年华有结合文化和观光精彩活动，邀请全国乡亲大家做伙来感受糖业文化水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